一对翁仔某要去土耳其旅游，到阿布达比机场搬飞机房的时阵，伊翁婿或者有诈骗的人带走，到担报销报失。亚波法庭今年修法，互原住民拍拉除罪化，法院就判屏东部台部部落村长等人进前拍拉太保育类动物的行为拢无罪。总统赖清德投诉美国华盛顿邮报，讲要提出一项1.25条代票的这个国防特别预算，展现自我防卫决心。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2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婚礼呢有一对圣诞的翁仔某，因23对桃园机场坐婚姻机要去土耳其伊斯坦堡旅游16天。这圣诞的查甫人呢，到这阿布达比机场要搬婚姻机房的时阵，伫咧空桥就互这诈骗的警员带走，到大拢无消无息。伊的太太呢，随甲这外交部讨救兵，因为外交部表示讲，驻外办事处当咧了解情形。但是伫桃园机场和因某要做伙去参加旅游进前翕一张相片，但煞伫到阿布达比机场了后，一切都变掉啊！婚礼圣诞的翁仔某，23对桃园坐飞行机要去土耳其的伊斯坦堡参加中东16天的旅游，但是就伫咧因到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阿布达比机场要转机的时阵，但是煞雄雄互武装人员带走去。可是到现在全部都没有，我非常的担心。因为已经3天的时间，已经3天3夜的时间，我不知道我先生是在哪里，我不知道是被什么人这样抓去，完全不知道。尤小姐迄当阵是随向机场的地勤人员来求帮助，但是煞无结果。伊只好一个人先转机去土耳其的伊斯坦堡，和旅行团会合了后救援。伊向外交部杜拜办事处求帮助，嘛委托当地朋友去探听。尤小姐讲，因先生无参加政治活动，今年2月佫捌出国去澳洲，之前佫去过中国越南等国，真正是唔知影啥哪会互掠去。是直接跟土耳其报名，他们自己买机票，然后到了要去土耳其跟我们的团体会合。当地警方已初步提供相关说明，目前住宿客正与警方进一步厘清案情，以提供我国人后续协助。旅行社表示讲，已经请相关单位帮助处理。外交部驻杜拜办事处嘛，已经和当地警方联络，当地厘清圣诞的民众敢有涉及违法的行为。旅游专家指出讲，伫机场会当甲人带走的，应该属当地的执法机关才有法度安尼做。是他调查完之后，如果没有问题，自然会获得释放；那有问题，可能就会进入到当地的司法调查的程序。那个也不是说我自己主张我有没有问题，而是这个时候只能够用法律途径来处理。李基高表示，若拄到亲像这种状况，应该透过驻外的办事处来寻求法律的协助。执法单位是伫咧调查有初步的结果了后，才会当来确定敢要恢复当事人的自由。记者综合报道。台积电前副总罗伟仁早期要去到 Intel 上班，即马台积电要甲告啊！那经济部长姜明兴表示讲，国安法的部分呢是由高检署介入调查，那营业秘密台积电若准有需要政府协助的所在，也会尽力来配合。另外，工研院也同咧讨论讲，敢要撤销罗伟仁验收的资格。可惜董事长董祖贤今日讲，伫咧科技业者透露袂使违反职业道德，这牵涉到下国家处理智慧财产权的案例。考验台湾的司法。台积电真罕见出声，如果发声明表示，向智慧财产甲商业法院对郑资深副总经理罗伟仁提告，会提起诉讼，主要是根据台积公司除了和罗伟仁有聘雇合约书，罗伟仁任职期间，有签承诺竞业禁止同意书甲营业秘密法的规定。国安法的部分，高检署已经启动调查，那我们经济部当然会配合这个调查来定义。是不是有涉嫌到国安法的部分？有关于营业秘密法的部分，那我想这个部分，台积电如果需要政府相关怎么样的协助，我们就尽量来协助。不是在一个核心的部门，在一个策略的部门啊，不会有任何的影响。台积电的大动作提告，是因为罗伟仁2004年开始到台积电做副总，2014年2月又搁升做资深副总，
伊的工课毋免管理警法部门，煞爱因开会佮提供资料来了解警法当中含未来规划的先进制程技术。到今年7月27退休，声称讲要到学术机构任职，即马所走去 Intel 担任执行副总裁。台积公司发声明表示，刘伟仁真可能使用漏泄个资交付，也是移转台积公司营业秘密和机密资讯给 Intel 公司，台积公司才会采取法律行动。职业道德上，我们要小心谨慎不要跨越但是在这一次的个案上面，就考验看看这个台湾在制裁权的跨国处理的司法实务上，看看怎么样过去台积电前研发资深处长梁明雄退休了，到清华大学任教，接下来又搁转任三星，后台就提告违反竞业条款和营业秘密。苏当时法院判决讲，到2015年年底进前，梁明雄未当为三星提供服务。这个刘伟仁的事件也真相长。今年搁逼出台积电离职的工程师转入东京威力科创公司上班，再去找现任台积电2位工程师，爱因登入台积电的系统，转翕机密的资料。台积电目前在法律上面唯一可以控告罗维仁的部分，也许也就只有在所谓的竞业条款的部分，还有就是可能有泄密的可能。因为刘伟仁人伫美国，又搁有美国籍，加上伊已经有工研院验书的身份，目前工研院已经启动研技撤销伊的验书资格流程。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讲到即马呢，这诈骗的手法是800款，新竹科航园区着过界人员收到公司高层的批信，讲爱伊呢，甲这30万汇去海外口座，加在公司虽发现警方也斗协助，甲这钱拢动落来。查某人来柜台一遍免领60万，行员感觉怪怪，主动甲关心，煞害伊生气，警方来了解，才知伊是互诈骗。是你不让我领，不是我不想领。没有不让你领，所以我说我想要确认。诈欺无所不在，以早拢是骗个人，即马诈骗搁再翻新，有境外不法集团上准产业界，特别是科技业，已经有抵科的企业受害，甲公司超过30万台票的资金汇出去，险有不法的诈骗集团变起。假冒公司的负责人或高阶经理人来说，我们这边有一些生意要合作，那要求公司说，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笔款项比较急，那希望你能够赶快汇款。我们运营中心的这个成立，我们主动的是做先从宣传来，让他们知道万一有事情发生，有什么样的管道可以去进行了解、防治，甚至是后面的追查。这款的诈骗手法，成立网络敲诈企业公开电子批甲联络方式，用足亲像的口座假做公司的负责人，假配合员工，要求加入赖群组，用经济付款这个话术，命令即时汇款去境外的口座。警方阁补充讲，诈骗集团所用电子批的口座，嘛可能和企业的口座一模一样。一个情形是他有可能他的账户就是已经被盗了，所以他收到信件的账号就是跟公司内部的一模一样。那收件人可能他一时不察，他就也信以为真。因为境外汇款拢要开2天到3天，警方提醒讲要甲钱立定来，就要把握受骗了的黄金48点钟。检方嘛建议讲，企业牵涉到大笔的汇款，要有几下场的验证，和厂商的联络，嘛有专人做联络的窗口，事先甲有方的工作做好。和诈骗集团无法度出手。记者综合报道。屏东雾台大埔部落村长和村民拢总9个人，伫2012年互检警查到讲，因伫咧3年内抬死几落只台湾乌熊，也有台湾山羊等保育类动物，互依照野保法起诉。也因为这野保法伫今年4月有修法，互原住民拍拉除罪化。屏东地方法院呢，就在今仔日判这9个人拍拉行为拢无罪，也是这野保法修法了后的头一例。2个青年骑车载乌熊的尸体引发争议。屏东地检署2022年12月查到雾台乡大埔部落第3年内拍拉抬死4只乌熊、3只台湾野山羊这保育类动物，以野保法起诉9名涉案村长，也有村民。26判决公布，9个人拢判无罪，敢若4个人的被告替后生担罪部分，判拘役10天，会使1颗罚金。我们一直以来猎到山上的东西，它是不论什么东西有猎到，就是拿回来部落分享。如果在这个行为上灌输我们一个罪的话，我们比较没有办法去接受这一点。被告9人均为原住民，且本案之猎捕、宰杀行为均系基于非营利自用目的。其中1只台湾黑熊因同时有危及人类性命之余，被告系为避免受攻击而射杀。
警方伫10万人所内底找到保育类动物的尸体，不过屏东地院考虑10万人身份甲行为符合野保法今年2月修正暂定条文内底非营利自用的除罪事由，认定会使用行政法代替刑法。对此，屏东管府讲会建议是不是用行政法来罚。原住民一路走过来，就是跟中华民国的法律在做磨合。这个事件之后，他们也成立了黑熊巡守队。如果我们的法律是这样，请政府给予我们尊重，给予我们空间，一起来维护我们的山林。狩猎野生动物绝对不是一个自由跟权利，因为野生动物它其实是属于整个国家领域范围的嘛，应该都要受到平等的管制跟规范。所以问题是会在于说，那所谓的非营利自用怎么样被监督？外面立委甲动物团体看法无同，有近年来常常有台湾乌熊互看到出现伫浅山地区，动物团体也烦恼讲，非营利自用除罪事由无数量管制甲监督机制，恐惊难以兼顾生态平衡，呼吁政府提出配套做法，确保动物的生存权利。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三重埔有一个小姐呢，透过173叫车 App 叫车，说互一个司机性侵，甲这叫车平台反映说讲因无法度处理这件代志，这个受害者呢就去甲告。那这新北地方法院审理了后，依照强制性交等罪判这个司机8年。这叫车平台也讲发生代志了后，就无和这个司机合作啊。点开 App 完成几个步骤，随即上车，市面上叫车软体真多，不过民众经由173叫车 App 却是遭到侵犯。欢迎评价司机，协助我们持续改善。平台推出全台湾上小司机赔偿抽成25%，不过新北市一名女子用叫车系统坐车等于数的，却是互司机载到三重埔的保华边去申请犯，事后向客服来反映，对方甲伊讲无得斡权处理，互伊决定提出告诉。案件经过新北地院审理，医生依照加重强制性交这罪，当判4年的司机8年，会用上诉。被告未曾一己私欲，违反其意愿对之为性交行为，并拍摄 A 女私密照片，对 A 女身心造成难以抹灭之影响。173叫车平台司机唔免加名，即笔是合法计程车司机拢会使参加派车的介绍合作，就算已经有类似的车队，相关会使合作。对着即摆风波，叫车平台讲已经停止甲10万司机介绍合作，不过也强调当时乘客讲无想要甲代志闹大，希望司机补偿，所以才认定尚有车主以外的金钱争议。客服人员才回复讲无法度处理。这个驾驶他真的有涉及到重大的刑案的话，我们就是会以最重的罚锾来处罚。若不幸遭遇性侵害，请立即拨打10报案，并保留证据不清洗身体，尽速就医。尽管10万司机的车行涉及即阵等待调查，不过负责管理计程车业务的双北市府相关单位拢讲，若司机牵涉重大刑案，依法应该开罚9万，废止营业登记，后续也追查伊所属的车行是不是牵涉管理的疏失。记者综合报道。有真侪台湾人爱去日本观光旅游，不过最近日本当咧流行棚谷病，是将透过呼吸道含烂球传染的病，防患着了后会出现感冒的症状，面含骹拢会红红，目前是无预防下天好治。那疾管署表示讲，这棚谷病目前伫台湾无流行，不过已经有出现几个啊咯。囡仔的面甲手拢红红，敢若膨鼓共款，这是即马日本当地流行的膨鼓病。医生讲，这款病是病毒 B19 造成的，主要是透过呼吸道也个有烂手来传染。初期会出现感冒的症头，刷落来会出现红斑。若是免疫功能较无好的囡仔，也是有心的人，就要特别注意。所以呢，它还是会有致死的问题。那特别是那个免疫功能不好的小孩，本来自己免疫功能就不好。或是说呢，它是比如说像那个儿童癌症啊，或者像那个儿童先天性免疫不全啊这些问题。那如果她是第一次得的话，她又怀孕的话，这个病毒是会通过胎盘。传给胎儿。传给胎儿，它可能就会有2% 是会造成胎儿水肿或是胎儿死亡这样。膨鼓病目前伫台湾并无流行，但是已经有出现零散的个案。疾管署是表示，收到通报内底拢是轻症，并无重症患者，不过也是提醒国人爱做好预防，接洗手。只要落实手部卫生跟呼吸道礼节呢，那尽量不要到比较拥挤的地方去，这样子就可以避免感染。那如果说
有身体有不适的话，那也能够尽早的来就医，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比较能够减少重症的一个情况的一个发生。疾管署也讲，膀胱病目前是无预防性通治，需要靠民众家己做好预防甲保护。医生也讲，膀胱病的流行期是寒天到春天这卡刀，这段时间也拄好是流感的流行期，所以若是有症状，就要赶紧去互医生看。记者陈心彤、谢桂林台北报道。台铁有一班区间车早起准备要入去这台中嘉兰拿车头的时阵呢，旅客行动电源煞导火烧，火有随拍花，加才是无人受伤。那这班车呢是晚分22分，台铁讲无排除要向这个旅客来讨赔偿。车厢呛出高烟，座椅阁导火，乘客是真惊吓，赶紧装落车。店员有那个包包烧起来，整个都是烟雾。有人赶紧到柜台摕灭火器拍火，并且将导火盘影刷出来，加载无人受伤。而日透早6点外，代替这帮上班的区间车准备停伫台中嘉兰那站的时，车厢熊熊呛出白烟，原来是盘影内底行动电源家己烧开。行动电源突然不明原因自燃，经现场旅客发现后，立即使用灭火器扑灭。警方表示，潘亚是一位学生的，出动时并无使用行动电源。火势拍发了后，这帮列车前往丰原站，由警方收集证据，晚22分才出发。其他班次是无受影响。我都会事先充好就来坐车了，这样我不会带那个火车上的旁边不是都电器设备吗？对不对？而且人都这个坐火车的很多是那个老人家，对，然后要跑也跑不快呀。根据台铁统计，最近2年伫列车顶边计共发生4站行动电源家己烧开，这个是今年第2站事故。因这帮列车的椅仔甲涂骹也受到损害，台铁向这位乘客求赔偿。那总有牵连到公共危险的部分，也依法上班。不过台铁目前对旅客扎行动电源并无相关的规定，敢来当用可靠的提醒旅客爱扎伫身躯边。铁路法或是铁路运送规则目前还没有规范嘛，说它不能带上车。然后我们是会加强宣导说，我们的行动电源希望你随身携带。那它很容易燃烧，所以说，那它属于是比较高燃的一个金属啦。那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对于这个正负电体的话，就尽量不要去让它去接触到。理化老师指出，行动电源内底的锂电池，若阵本身的品质无好，加上放置无稳定，也是高温的环境，就真有可能烧到甚至导火。使用的时要加注意。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为了要防止这非洲猪只高单游玩是禁止用喷饲猪，不过屏东县政府稽查猪场却伫咧屏东市的一大猪条，查到有业者违规用喷来饲猪，县政府照规定罚这业者80万，也限制业者的猪仔上市，取消相关的补助。工作人员赶紧喷消毒水，消毒车嘛伫猪条外围压，非洲猪只防疫也未解禁饲喷水。屏东县政府农业处和动物防疫所持续联合稽查，17号伫屏东市发现一大猪条偷饲喷水，业者互县府按照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开罚60万，另外违反饲料管理法开罚20万，总共罚80万，是屏东县目前开罚上悬的案例。为民众检举，并配合警方多日查获，现场立即采样猪只及处予送验，非洲猪瘟检验结果均为阴性，已排除感染之风险。县府表示，这间猪条大约有590只猪，查的时阵拄好咧煮喷水，涉案业者本身有再喷的牌，本地应该甲喷水送到环保局指定的气化场所，煞违规甲部分的喷水摕转来饲猪。其他的饲猪业者讲，即马是非常时期，希望业者大家会当照政府的规定行。那养猪业者他需要有蛋白质来源，我们还是希望鸡啊、鸭啦，包含到鱼类宰杀的这一些内脏下脚料，还是由养猪户现阶段帮忙去化，这样子才是一个解决的方式。这是我们目前养猪的一个大概的趋势，我想也比较能够符合大众的一个想法跟理解，而不是出于2个字就把它封杀掉啊。其他饲猪业者表示，希望政府和地方会使赶紧讨论做统一处理喷水的方式。若要改用饲料，嘛需要一段时间的调整，互猪仔适应。县府当场要求违规业者，把当咧煮的喷水抽出来，送去焚化炉处理，而且暂时封锁喷槽，禁止使用。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
移民署高雄专勤队在1月19日咧前镇仁武凤山几落区，拢总抓到17位失联的移工，其中前镇期间有查到4位移工，有一个惊讲吼，去互这专勤队找到，竟然人就秘伫咧冷冻库，凶险啊，互伊赶死。因为感觉大家面色唔是细，高雄专勤队的人详细问抓到的这3名移工，确认是不是也有人秘咧？果然伫零下6度的冷冻库内底，找到第4名失联移工。移民署讲，为着要闪紧，细弱的印尼籍移工凊彩3一领塑胶布盖伫身躯，就安尼秘伫冷冻库15分钟。等到因开门找到人的时，规身人已经赶到无在着讲话。不了解吧？小朋友会滑哦。哦，迄个20分钟伊就失温啊。有啊，伊迄个你也目口关起来，内底袂当开啊。一定爱外口有人替伊开就对啊。啊，真新型的。真拢全新的较济啊。啊，新型的会安怎？新的伊内底有一支我知影是有一支单椅咧，啊，就当开啊。事后伊讲是一直洗刀舍，因为伊秘的是巨型的冷冻库，无在条队内底开门出来，差一点就性命休去。移民署表示，19这天因除了伫前镇渔港的冷冻加工厂抓到4名失联移工以外，一群头伫仁武凤山管内所在嘛抓到13名失联移工。后续会调查移工甲雇主以及幕后的中人，是不是有牵涉到其他违法的代志。前往高雄市仁武、凤山及冈山等地多处热点埋伏查缉，一举查获17名非法外来人口，案经带回查办，将深入调查非法雇主责任。移民署强调，请失联移工来做工课，按照就业服务法，上悬会当罚75万，且民众千万唔通贪方便、贪俗，就来违法。记者郭家祖、邱小雄、高雄场报道。为了要强化自我防卫能力，总统赖清德呢投诉美国华盛顿邮报，除了感谢美国总统川普用实力维护和平，也讲要提出一项美金400亿，大约是代票1.25条的国防特别预算，展现自我防卫决心。也讲到呢，这中国是用2027年完成武统台湾做目标。国防部长郭立雄也指出讲，面对着这中共的威胁，拍算伫咧2026年到33年之间。强化关键战力，包含着精准火炮、远距离精准打击飞弹等7大重点项目。在中国所有并吞台湾的剧本当中，最具威胁的不是武力，而是放弃。总统赖清德投诉到华盛顿邮报，承诺台湾会提出一条400亿美金的追加国防预算，包含对美国新的重大军购、强化无对称作战能力，展示自我防卫决心。伊拉哥亲身了开记者会，公布2项行动方案，并且证实北京当局以2027年完成武力统一台湾做目标。北京当局也以2027年完成武统台湾为目标，加速侵略台湾的军事准备，持续升高在台湾周边的演习及飞弹侵扰，企图以武逼统、以武逼降，并吞台湾。国防部也规划达成7大目标，包含空中经济战的烂查网、台湾之盾、要打造作战处、整合式的防空系统、提升烂炸的比率、指挥管制甲决策辅助、建立作战处射入丢备得到的精准火炮。结合即马有的各种火炮，会当减少燃料，拍搁较远、搁较准，远距离精准打击，规划丢备得到精准飞弹火箭，会当有效精准打击，反制敌人的远距离火力，并且执行跨区的火力增援，阻挡敌人上岛的企图。另外，搁有强化作战韧性，提升军备量能，国防带动经济效益。国防部规划，于2026年起编列强化防卫韧性及不对称战力特别预算。筹获防空、反弹道及反装甲飞弹等武器装备，以完备多域拒止能力，建构多层次的防卫作战体系。郭立雄强调，特别预算目标之一是要带动经济，按算会当创造超过4000亿的产值，带来9万个以上的工作机会。美国在地协会对此表示欢迎，支持台湾快速得到强化迄件阻挡所需要的关键无对称战略。也若守护台湾安全的时，政府也爱打造非红色的供应链。过去来讲的话，中国的这个大疆几乎把这个80%的市场全部都占了，但是现在大家都要求要非红供应链，那给了台湾非常大的机会。
未来2025年到2029年，经济部会伫国防、航太甲军舰的领域投资27亿，无人载具的领域投资132亿，卫星领域是到125亿，推动产业扩大发展。我是新闻采访报道。咱台湾的导演周树汉剧情长片《南方时光》本地有入围摩洛哥国际影展，说一个出席正正的甲伊通知讲，这摩洛哥无法度去发签证予伊，而且也无这放映的许可，电影就无缘无故去互取消入围。外界认为讲，这就是中国伫遐打压的。那你要不要问问看他们局势什么时候会好？股票哪时候会涨？电影内底演员讨论股票大落的无奈，背景拄啊公布1996年台海飞弹危机。南方时光是导演周树汉家己成长的经验创作的电影，背景设定就是台湾当年的头一摆国民直选正副总统，入围本届金马奖最佳导演、最佳美术设计，也有最佳造型设计奖项。原本也入围摩洛哥马拉喀什国际影展，却是无缘无故遭到取消入围。如果一部电影有机会到国际上放映，那因为电影其实是连接文化的窗口，但是有一个无形的力量，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力量，然后就改变这件事，或是扼杀这件事情，对于任何的创作者来讲，都是最不乐见的事。摩洛哥马拉喀什国际影展受摩洛哥王室支持举办，2001年成立，今年是第22届。展期对本月28开始，评审团主席是韩国有名导演洪俊浩，是北非地区法语使用区的重要国际影展。人伫澳洲参加亚洲电影节活动的周树汉，原样接受访问时讲，知影这个代志心情真复杂，感触真多。百感交集真正我的立场是不想多做揣测，但是觉得。而且，因为其实台湾的不论是电影或台湾的创作者要走向国际、进入到国际，已经是一个不简单的事情了。除了电影内底公布讲到中共的举行飞弹试射的军事演习，男主角也讲到上好是飞弹直接甲学校炸掉就免去啊。影片内底有中华民国真侪国旗，宣传车有民主爱确保标语，引发外界怀疑是不是因为政治敏感的因素，而造成这个中国施加压力。我是没有感觉到什么样的敏感啦，然后因为如果说就算我觉得敏感，然后我要他改掉1995、1996，是不是我自己就在做自我审查？他的言论自由了。感谢叶志言强调，袂因为政治敏感就做自我审查。也若周树汉是讲，策展团队甲伊讲是因为敏感因素，也毋过毋知影确实的原因是啥物。伊虽然感觉遗憾，不过也强调袂影响伊继续创作热情。记者综合报道。运动部长李勇就任了后，今仔头一届去到立法院教立会报告揭部。李勇强调讲，现有阶段也是先看重运动员的需求，目前也透过部长信箱收集运动员的意见，加做改善的参考。抱歉，不好意思，抱歉，谢谢。报道签名向教会老师编致议，运动部长李勇第一摆到教会会报告业务，兼大会媒体。会前联访表示，前一暗9点半就困，透早5点外起床做准备。将近3个月，说部长信箱收集运动员的意见。其实运动员最多的问题就是可能在资源上面的分配有没有公平。先前第一摆紧张搁刺激，伊用干部水平5大重点，调下地位关注其第1道员体育班，基层教练出路协会运动员委员会，中国 CPB 向球员握手，明年经典赛备战也有运动部进行严重报告。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缺额？过去。现在是运动部刚成立，今年是9月9号刚成立，那当然还会有很多缺额。你对于我们基层教练的这个环境啊，有没有什么认为，他们应该要获得更公平合理待遇的地方呢？我认为我们会统整完 C 级、B 级、A 级的教练，还有初级、中级、高级国家级的专任运动教练证，我们会去了解他们的现在的现行的待遇部分，去做全面性的评估。一位瓜州问问到，目前黄金计划内底上大牌希望第1级选手，10人内底已有2人，14个月内底入境2摆药检的行踪无实在，其中一个是以前配合的王泽林的时阵，李勇讲伊知影。我之前担任搭档的时候，每天提醒。然后现在你是不是要再打电话一次？因为他已经2次了。最近我了解到的情形是他晚上订立了闹钟，所以应该不会有再有情形来发生。第8到委员会报告，李勇为紧张甲轻松，二位拢真肯定，气氛也真好。不过瓜州阮也承认，委员对李勇真客气，望伊一摆搁徛起台顶，针对执行绩效提出具体数字，毋那敢若是转去搁研究。
记者综合报道。主计总处公布，去年phòng請的員工全年總薪資的平均數是73.2萬，不過要到7成的上班族呢，這一年的薪水攏無到這個水準。有學者是認為講，政府若准干涉，可能會引起反彈，認為會當用社會福利等等的方式來解決這薪水隱形化的問題。拍拼讲雷蒙寒冰，真紧就做出一杯手摇饮料。莫看伊即马是一间连锁手摇饮料店的店长，伊讲拄做即道的时阵，薪水才3万桶。这11年来，伊是靠一直跳去别间店含升职，才互伊的月薪起得到5万左右。餐饮业的薪水其实蛮让人家常诟病的一个点，就是好像薪水一直加不上去。那以我这么多年的经验，其实我自己深刻的体会是，唯有不断透过换不同行业的工作，去提升自己的产业价值，才有办法职位越换越高，薪水越开越好。刚开始的话，薪资当然没有像其他的科技业这么好。那对，因为我们公司也是都有考核啊，或者是相对的评比，对，所以就会慢慢的调整这个薪资。虽然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应该是5%，跌要到6%。但是这经济成果要全面共享，敢若是真困难。主计总处公布，去年受雇员工全年平均总薪资是73.2万，算落来等于平均的月薪是6.1万。但是所有要7成的上班族，领的钱是无够平均总薪资，这款比例嘛创历史上第2悬。全国3工认为讲，去年立法院3读通过中小企业发展条例，鼓励企业替劳工来加薪，就会当伫扣税所得内面低减175%。建议主管机关应该介入调查，了解实施的成效。是不是因为政策性的诱因，营业所得抵减率175%，对雇主来讲没有诱因的话，那是不是还要检讨适度的一个调高？让这个独立董事也好，或者信托管理委员会也好，可以有劳方的代表，那这样的话，它就可以去做一个平衡的作用。学者建议讲，政府是加派过度干预私部门的薪资政策，但会当透过补助是降低加薪民众伫主体也是交通这生活成本的开销，互民众就算薪水无够悬，但嘛袂因为负担伤大，感觉真有压力。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头一摆发现这化妆品检验出苏丹胺，原因是这新加坡一间公司进口原料造成12间业者出问题，影响到20项的这个产品。卫福部今仔日伫咧立法院卫环委员会针对这件代志提出专案报告，表示讲已经对这个原料进口商罚500万以上罚款啊，另外也发函予新加坡，不过到当时也未收到因的回应。我们本来是有18个化妆品被下架，今天早上已经增加到20个了。苏丹胺伪装品问题继续拖烧，对2年前的食安问题，到今嘛已经影响到伪装品、偷赃用品，引起社会关心。拜三，卫福部伫立法院社团委员会提出专案报告，有立委认为这寡苏丹胺会流入市民，甲卫福部放任伪装品的审查机制有关系。你们从113年7月你们化妆品本来是许可制啊。变成是登录制，这件事情为什么会有这样子制度上的一个转变呢？这样的转变会不会变成是另外一个破口？对此，卫福部澄清，订立制度是参照欧美、日本，基本上制度是无问题。这个会出问题的原因是苏丹胺的进口商预防企业无确实订立用途。我看起来也难以管到这一家，因为它其实就是参为假冒，是一个诈欺的行为。它登录进来的时候是植物着色剂。所以它的用途不见得是只是在化妆品而已。卫福部表示，目前已经发函新加坡，不过到达也未收到回应。食药署嘛已经冻发原料进口商500万以上罚款，会继续查检下游的12间出问题业者商品，未来也会加苏丹胺列做重点的查检项目，确保民众的安全。记者陈亚轩、林秀凯台北报道。今年头一阵的境外空污是对内蒙古来的，这风背影夜昨下晡到昨暗呢是上界严重的。拜四又有一阵新的风背刷要来到台湾。讲到天气呢，受到这东北季风影响，拜六透早中部以北气温将有可能会达到13度。过去伫春天才出现的中国山顶部，今年煞伫秋冬提早到台湾。今年空污季就安尼开始，环境部监测伫拜日下晡到暗时影响上明显。桃园的观音测站上悬浓度到每立方公尺174微克，是感觉是提前顶级，而且即马慢慢向中南部山顶动。
观测到内蒙古那边就是还有慢慢在逐渐有沙尘现象的一个发展，大概明天的下午到晚上可能会逐渐影响到我们台湾。另外，环境部目前阁监测到内蒙古的测站 PM10浓度升到3000微克左右，会对东北季风拜四下晡到位，按算影响1日。环境部指出，一礼拜之内出现2摆，而且是第一摆甲第2摆，确实是真少看到。在1周会有2波，这个的确在过去我们也比较少遇到。不过，当然这个部分就会因为现在气候变迁的状况，其实已经跟过去已经不太一样，我们会关注当地的发展。天气方面，拜三全台这份好天，暗过暗时开始，南部、东南部水气增加，拜四规天可能有雨，因为一直受东北季风影响，温度依然偏低。气象署提醒中部以北甲宜兰，气温也会继续降低。我们预计在礼拜6的清晨，中部以北及宜兰有机会下探到13到15度，其他地方的话也可能在17到18度之间。受东北季风影响，今日透早，苗栗龙街场出现11.6度的低温。气象署表示，这是入秋以来伫观测站看到上低温。另外，拜六透早有可能13到15度，因为有测台北市的测站未比14度较低，水认定无达到冷气团的标准。记者综合报道。全国人口数上介济乡镇市拢伫咧新竹，这新竹县宣布讲，今年11月呢，这竹北市竹东镇、湖口乡3个区域的人口呢，拢是全国乡镇市的冠军。车路顶的车辆来来去去，大家准备去上班。根据内政部统计，新竹县的竹北市这几年人口数不断增加，今年人口已经来到22万人。这个月，佫超车赢过彰化市，变做今嘛全国管辖市人口的第1名。这边就业机会多，然后商业也越来越发展，然后又交通虽然平时交通不便，但是往返南北都蛮方便的，所以在新竹县生活其实还不错。这样，大家可以看到竹北的施政发展有卓越的突破，不管是在国际的奖项，或者是专利的展现，亦或是创新，还有美学的城市治理，都可以看见竹北跟其他城市真正不一样的地方。引擎启动。伫台顶欢喜庆祝摕到冠军，大新竹地区这几年因为科学园区的关系，人口增加的速度紧。到10月底，新竹县总人口已经有597144人。除了竹北市以外，竹东镇、湖口乡也是全国人口上侪镇甲乡。新竹县也升做乡镇市人口的3冠王。这几年来积极的来推动我们县政的政策，让我们这个3个乡镇市是让大家喜欢生活在这里。居住在这里，让小孩子喜欢就业在这边，所以我们的政策的带动，让大家成为全国最大的乡镇市，这是我们看得到是最好的、最真实的一个回馈。县长尤文科指出，未来会继续以科技首都做主题，强化在地文化特色，缩小市区甲庄脚的差距，带动地方繁荣发展，互伫新竹县生活成做一款骄傲。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有民众伫咧高速公路镜头看到一台拖帮车，这后壁竟然挂2块大地牌啊！感觉真奇怪，就甲翕起来问大家敢有符合规定？啊，这高雄区的监理所就讲，大货车的车后斗用来辨识车牌号码，就要放大2倍半，放伫咧明显的所在。亲像这台车呢，做甲含这正规车牌一模一样，是无合规定的，会要求车主改善。为什么还有2块牌？高雄有民众伫高速公路顶悬雄雄影到这台白斑仔拖车的后斗，哪像都鬼怪怪。详细甲看，哪会有2块大牌？到底倒一块是真的，倒一块是假的？民众看几部也是三不章。这一边的是纸做的，这一张是纸做的。我感觉2张拢假。民众想无，即个摕影片大文去问目友，记者根据影片内容找到当事车行，发现车行拢总有3台车有2块牌。业者讲，伊的白斑仔车拢是特殊规格，底盘价专门在载跑车。一个车牌做安尼，是因为后斗的位无够大，为了整体美观好看，都用大纸来处理。只是整体上让它好看对称，像我们不是除了说像那些性笔涂鸦这样的很难看，我们就是一个识别体系，而且就主要让人家能看得清楚。
业者无歹记，不过为着好看甲辨识用的车牌号码标识做甲真的车牌一模一样，这部分高雄区监理所讲无下规定，而且佫有可能会牵涉到伪造车牌问题。监理所强调，白班拖车后斗要做辨识用的车牌号码，无论是用擦的，还是用大纸黏的，一定要放大2倍半。若是无够规通标示，冇应用的做法。伊的位若无法度去放大这个倍数的部分，也当用金属材质、硬质的材质来去做喷涂或粘贴之后。用按的焊接还是螺丝甲固定伫后边的明显处。监理所表示，后续会要求业者甲车牌号码标示改掉，业者嘛讲会照规定办理。监理所强调，无论大货车、小货车，后到车牌号码标示，拢有相关的规格甲特殊状况的应用做法，都是袂使做甲真的车牌一模一样。记者柯家族柯超用高雄采访报道。来看台南后壁乌树林墩防灾粪扫已经烧超过5天啊！外界也怀疑讲，这堆粪扫内面有水咧倒放，惊讲这烧出来烟是拢有毒的。啊，那这环保局是不会讲无这款的物件伫内面，而且要拼伫咧7天内甲这火拍化。台南后壁的乌树林园区囤大量防灾废弃物，6、7层楼悬，二日暗时发生火烧，到达也搁咧翕烧。消防局即阵出动2台消防机器人，全力喷水拍火。因为废弃物种类多，嘛囤一段时间，加上作业空间有限，地势要完全拍化有困难。会使用这个消防机器人来协助环保局的怪手，还有水车来做一个开挖降温，还有移置的一个动作。看要搁推测参沼气有关系，并无认为故意点火可能性。不过到达拍火超过第5天，引起民众怨叹这臭味有较重。为了降低民怨，市府已经规划增设行动病院，嘛会加强监测。无奈啊，我本地住伫附近就是安尼尔，搁一个你个拍卖，我对于你个有白雕。冒闷烧。科学的证据显示空气品质还好，但是为了去除民众心中的疑虑，市政府还是会加开行动医院全民健检，在白河跟后壁2区。外界质疑现场火灾有染到湿雷道，市府出面驳回湿雷道因拢有分类管理。环保局表示，枪在拍火废弃物会放落来，就会搁导火。目前已经启动24点钟轮班作业，目标1礼拜来拍花。全力在灌注的那个右边的区块，我们是希望在2天内，24小时这样作业可以把它解决。火比较大的这个区块呢，是希望7天内把它解决。外界有人建议用土来砍，环保局回应，因为这块地佮爱幸福军方，种种考量才无安尼做。市府邀集专家各单位来研究上紧的拍火方案。另外，环保局强调讲，若查到导火是因为管理疏失，会依法处罚。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对明年开始呢，这台北市敬老卡会当摕来浸温泉，唔那安尼呢？对明年7月开始，佮再增加敬老卡的点数，对本地480点增加到600点。也有机关提议讲，看敢是会当增加唱 KTV 的服务，互时代有丰富的休闲活动。74岁阿伯阿姆伫咧下晡来到公园运动，因出门坐大众运输，拢是用政府提供的敬老卡，一个月有480点，等于是480块的车钱。明年7月开始，佮要增加到600点，听起来是袂歹。不过阿伯讲点数若是会当累积佮较好。你的话无坐车，你也无迄落，无得用，家己有赛车时，无用到时嘛是要叫转去啊。你若日子死的是对咱大家拢较公平啦。敢会当累积台北市政府也搁爱讨论，但是台北市政府有先决定要增加服务，未来敬老卡会当摕去浸温泉，上紧伫咧明年过年进前实施。有关敬老卡点数加入泡温泉可扣点，单次扣点60点为规划方向，目标在农历年前能顺利成行。有议员也提议，看卖是毋是讲会当增加唱 KTV 的项目，互时代招朋友开包厢来唱歌。即马吼，咱咧建议讲会使来唱 KTV 啦、唱歌啦，咱会使去选择一寡合法的业者吼。KTV 互因下晡的时阵会使招一寡朋友去甲 KTV 唱歌，佮有物件通啊食。听到未来会当浸温泉，佮有机会唱 KTV， 阿伯阿姆真欢喜，随唱一首来点歌声，希望明年敬老卡毋若坐车，佮有食也有爽。好在有你的鼓励，甲我照顾，陪伴我强度较
坎坷的路。记者陈亚轩、林秀凯台北报道。来看这天主教灵医会神父毕克林来台湾已经61年了，推动这宜兰国际动员节也成立着南洋舞蹈团，是世界唯一有到教宗面头前表演的舞蹈团。这县政府为着要表示对伊的感谢，今日颁发荣誉冠冕证，或者毕克林成做宜兰县第16位荣誉冠冕。感谢大家祝福，天主教灵医会神父毕克林来台湾61年，长期为宜兰艺术文化的定根来奉献，成立南洋舞蹈团，正做全球头一个伫天主教宗面头前表演的团体，为台湾做好国民外交。内里县长林茂兴颁发荣誉冠冕证予毕克林，表达敬意甲感谢。因为毕克林也是宜兰热天重要的活动，国际动员节幕后推动的人物，邀请真侪国家表演团体到宜兰演出。互动员节正做亚洲第一个得到国际民俗艺术协会认证以囡仔为主题的国际民俗艺术节。这一段时间呢，我生病了，但是回去了。影响他们。毕克林神父表示，虽然即马身体无好，不过也是继续工作，时常到南洋青年会甲舞蹈团关心，影响搁较侪人。伊即马工作的重点是人才的培育甲传承，确保伊伫台湾所做的代志会使继续传出去。伊表示，家己是宜兰人，搁较是台湾人。所以我们每个国家都很成功，每个国家都很喜欢我们，所以。我是台湾的人民。毕克林神父是宜兰第16位荣誉冠冕。县政府表示，动员节已经累积100个国家、433个团队到宜兰演出，佮吸引超过1219万旅游人次。这拢也感谢毕克林神父的付出。荣誉冠冕唔但是对神父的肯定，也表达所有宜兰的乡亲上诚心的感谢。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咱来看国际新闻，今下晡香港发生一场大火，是伫咧新界北区的主体大埔防护院，唔知虾米款的原因来导火烧，而且这火呢，佮烧到别栋去，等是几落栋拢做伙伫咧导火烧，到今火也未拍花，甚至传出讲上无有4个人死亡，其中一个就是消防人员。这场火灾呢，现场是几落栋大楼当咧导火，暗时了后，去看起来更较惊人。调住户讲，这火势将可能是对其中一栋当咧维修的竹饼开始倒起来，而且这火呢是透过竹饼拖到别栋。目前传出讲有4个人死亡，也因为这附近的病院一直传出讲一直有患者送入来，这代表讲这死亡人数恐吓会过来称悬。香港的消防处也把这个火灾列作是真严重的四级火警，香港特首办公室也因为安尼来召开紧急会议。上新的风台天琴虽然袂影响台湾，不过这风台扫过菲律宾四界拢伫咧淹水，车路也拢变水路咯。咱若讲到这泰国南部9个省做大水，已经有33个人死亡，有5个台湾人本地是找无到，不过今仔日有联络到啊，确保因拢是安全的。咱若讲到这马来西亚是连续几落天拢伫落大雨，目前有撤离18000人。这段河中水位一直涨起来，民众行在路亲像咧撩河。这台大货车伫车辆被淹的状况之下咧驶，顶头还佫载退雨伞人。泰国南部9个省为11月2日一直落大水后，河川泛滥，各夺走人命。当局下令撤离，总理安努廷宣布，宋卡府进入紧急状态，成立指挥中心，展开救灾，提供装备甲物资进驻灾区。高雄南马来西亚一直落暴雨，引起大水，严重冲击几个州，影响10万人。其中，外泰国的东北部吉兰丹州受灾上严重，当局伫各州开设临时避难中心。首都吉隆坡附近的居民自5出外拢爱撩水，有居民甲救援人员伫水深卡达乌的水内游载满囡仔全家咧行，个人看到车早就正做泡水车。如果暗时8点发展做轻度风台天琴，当日进前伫菲律宾中部带来强降雨，造成较低社区淹水。中部新的各路省因为河水暴动，居民受困出来甲外口的道路，当地政府派出救生船去救援。目前天琴朝向西北西的方向咧行，进入南海。菲律宾气象局表示，安算天琴会伫日前离开菲律宾。公司新闻黄玲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伫咧北京主持感恩节会议谢幕仪式，伊表示讲，9个月来结束8场战争，最后一场罗俄战争尚无简单，抑阁伫咧拍拼。也讲这重点版的这个罗俄和平协议，乌克兰真满意，伊袂去设最后期限。那这礼拜和后礼拜呢，这美国特使和美国的陆军部长，拢会和这罗西亚抑个乌克兰的领袖会面，讨论这协议的细节。就伫川普甲第一夫人梅兰妮亚2伫北京移交传统下边会议的时阵，乌克兰扎波罗热正因为罗西亚的无人机攻击，规个拢烧起来，至少有12人受伤。就算川普推出和平协议，和平对乌克兰来讲，依然是真遥远的。川普版本的28点停战的计划，顶礼拜六伫欧洲国家参加之下，简化成19点。严国军对着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的控制权，双方分歧无解决。罗西亚进前已经讲过，赞成川普版本的架构，乌克兰爱放弃顿巴斯。不过新版修改真多，领土问题解决必须基于现有战线。对这个版本，罗西亚总统普廷一直无对外发声，所以罗西亚甲乌克兰双方议员坚守底线无放手。不过川普原本讲的到感恩节的期限，最近变做无期限。I don't have a deadline. I just, you know what the deadline for me is when it's over. 刚开始提出了28点协议时，川普急切态度不同，伊讲谈判已经有进展。不过结果也等一阵仔，到时阵伊才会甲普廷甲泽伦斯基会面。现阶段已经新派陆军部长德里斯科一礼拜较晚到基辅甲泽伦斯基会面。另外一方面，特使魏科夫甲川普的囝婿库许纳会伫下礼拜拜访罗西亚甲普廷见面。同时又引发这30外国组成的志愿者联盟，25甲泽伦斯基召开视讯会议。会中除了确认将罗西亚冻结资产提供予乌克兰的讨论已经有实质进展。泽伦斯基也一直呼吁欧洲赶紧来签署这个志愿者联盟乌克兰保证军的合作备忘录。We firmly believe security decisions about Ukraine must include Ukraine. That was our position in Geneva. And always security decisions about Europe must include Europe. I support decision only if we can back to our borders like we have had in 1991. 根据乌克兰宪法，凡是干涉国家领土的边界变更，拢必须经由公投决定。总统内阁也是国会拢无权来处理。这种分歧除了乌克兰领土裁军，也有加入北约代志。虽然罗西亚方面到即阵无明确表示态度，不过外长拉夫罗夫已经暗示未接受川普版本28点以外方案。公视新闻王路梅编译。迎接2026年，美国纽约时报广场的水晶球今年有全新的面貌，是有史以来上界大粒，而且是头一届用圆形的，看起来真硬目。真大粒的水晶球慢慢啊升起嚟，灿烂眼目有够水。2026年纽约跨年的水晶球是伫时报广场水水登场，现场真大声的破啊声无断过，因为今年这粒是真无共款。This is the 9th ball. It's the largest ball. It has 5,200 crystals, twice the number of the ball of the last 10 years. 1907年，第一粒水晶球伫时报广场落落来，这粒矿满水晶的球体，即马已经变作全球的跨年大明星。经过一代搁一代，即马新启用的跨年水晶球，后名做星座水晶球，直径是12.5尺，重量是超过12000磅。若是甲打上大，搁甲对1999年以来的三角形水晶换掉，改用圆形的水晶，各分3种寸尺，代表无共主题。It's a lot brighter. It's a lot. I mean, it really is fantastic. 若是水晶球搁较大、搁较光，用9年的时间打造的第9代，搁装先进配备，搁甲纽约包容各种文化的精神藏伫内面。We have the most digitally evolved lighting and sound sequence that's attached to it, and the ball really, like the building, was built by New Yorkers with design, with ingenuity, and with parts and piec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Today, a global icon becomes a quintessential New York City experience for both New Yorkers and 65 million visitors who visit New York City annually. The ball will be more than a centerpiece of New Year's Eve. It will become a touch point for people to connect to the magic of our city year-round.
100年以来，纽约的水晶球是准时伫12月31暗时11:59飞泉球倒头算迎新，只有伫1943年和1944年，因为二战的时阵电工限制登去。前代的水晶球伫退役了后，会留伫时报广场1号大楼内面，做艺文体验展的一部分。公司新闻林义主编译。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18度到21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16度到23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19度到2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7度到23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5度到22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